大家好，我係6B 班嘅方有津。今日我要介紹一本叫做《去問貓考可》嘅書，作者係黃淑芬，而出版社係親子天下。呢一本書好適宜同家長一齊去睇。圖書嘅類別係小説。呢一本書主要嘅內容係講貓考可喺貓界裏面幫助一啲朋友去解決一啲問題，令佢開心。我最鍾意嘅情節係貓考可幫助螞蟻去解決問題。螞蟻認為自己行得慢，俾人哋歧視，但係好彩貓考可同佢講話，其實唔係因為佢體型比較細，所以就唔可以行得太快，令佢唔會咁傷心。我最鍾意嘅角色係貓考可，因為佢好善良，又可以幫助大家解決所有問題，令大家都好快樂。睇完呢一本書，我覺得我可以知道貓同埋其他動物嘅特徵、性格，同埋圖書裡面嘅圖案都好得意，所以我會俾呢一本書8分。